最近桃园有一寡民众因为等本色车等上久，也是讲慢一脚步，就对清洁队员大细声，佫有人甲本色乌白等哦。清洁大队是强调讲，请民众着爱尊重清洁队员，清洁队会来捍卫公权力。清洁队员权益促进会嘛呼吁讲，着应该爱来检讨本色清运的政策。换本数等本数车进前路地发生民众不满本数车太车5点将本数偏就驾驶座，去讲究执勤当中的驾驶，清洁队员未堪受伤。2摆早车辆影像记录到派出所报案，所拢无成功。派出所就回应是误会，目前已经掌握嫌犯的身份，可能有妨害公务法。民众等了车太久，或者错过了车，就会把情绪发泄在清洁队员身上。彻底检讨迎接收予的政策，不要让基层清洁队员承担这些风险。如果再有发生这样的一个谩骂、挑衅、伤害的动作，我们是依法追究到底。桃园最近清洁队员执勤过程中，互人拍、互人骂事件真多。星期8月发生民众不满清洁队员无到拼本数，卖垃圾费。另外，是11月就发生4件清洁队员执勤当中受伤的事件。清洁队员权益促进会呼吁检讨清运政策，不过民众对严格甲定点收本数反应无同。定点收垃圾的诉求是非常好的。我们回家的时候，只要遇到收垃圾的情况下，我明明住在巷子中间，我要在那边等10来分钟。年轻人定点那是很好啊，对，老人家没办法，有的像我妈妈100岁，她在家的在门口出来，她就要丢啊。环保局环境清洁大队表示，民众勘察侮辱队员加妨害公务，事发现场拢有收证据报案，也表示清洁队员尊严爱受尊重，依法捍卫公权力，绝不允准队员受到任何的侮辱或者是动脚动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